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五餅二魚呢個故事。耶穌咧當時咧只有微薄嘅資源，就係5個餅咧2條魚。咁面對咧係萬幾兩萬人嘅群眾，咁佢揸住啲食物咧向天祝謝，然後咧擘開餅遞給門徒。嗰個門徒咧又遞給眾人咯。咁呢個咧係一個連續嘅倍增嘅過程。當門徒喺群眾中往來分發食物嘅時候呢，奇蹟咧就悄然喺佢哋手中發生啦。嗱，顯然咧呢個係一個連續嘅倍增啊！當門徒咧喺群眾往來咧分發食物嘅時候發生，當時咧冇大肆嘅宣傳，亦都冇咩戲劇性嘅變化，只係當萬幾兩萬人嘅群眾都食飽之後呢，佢個規模咧就顯得明顯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壯觀宏大嘅奇蹟。因為咧人數眾多萬幾人咧同時咧係見證一個神蹟，呢個神蹟咧係可以觸摸到，可以驗證到，佢哋咧係可以食得到噶，個個咧將啲餅同個魚咧食落肚腹，食得飽飽，係冇得虛假嘅人當時佢哋咧係見證嘅呢個創造天地萬物嘅真神宇宙星神嘅真神咧係迅速地眨眼地將無形轉化為有形，將虛無轉化為全有。馬太福音14章19節講，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呢個奇妙嘅食物分發過程結束之後呢，個結果呢係超乎人嘅想象嘅。聖經用簡潔有力嘅詞語呢係咁樣記載，佢話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都吃，表示呢冇一個人呢係被遺漏。坐喺前面嘅又好，坐喺後面嘅又好，尊貴嘅又好，卑微嘅又好，個個咧都有得吃。吃飽又意味着咧唔係僅僅話咧係嘗一嘗嘅味道勉強充飢而係真正嘅滿足，係腹中嘅飽脹嘅充實感。仲有因為呢個食物咧係神超自然嘅創造，咁咧佢一定係完美無瑕係唔似人咧被做嘅被玷污嘅食物佢必定咧俾群眾咧帶嚟佢哋生命中從未有過嘅滿足係佢哋一生人咧飽嘗最美味嘅麵包、最美味嘅魚馬太福音14章20節講，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